品竹带来周杰伦电影片尾曲。品竹目前就读高中1年级，从国小2年级跟着侯老师学习二胡到现在，对自己期许，希望可以跟侯老师一样厉害。让我们欢迎陈品竹以及钢琴伴奏丽杰老师带来这首周杰伦好听歌曲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
主以及老师的